后来继续来看国道2号发生着惊险的车祸，有2台轿车，一台伫上内边的车道，一台伫上外边的车道，2台车是同时切入来中这个车道，结果是厝链小 A 冲撞了后，搁去弄护栏，这个场面是非常的惊险，加在无人受伤。专家来提醒，讲会发生这种厝链的状况，可能是轮胎的胎纹已经磨损，上好爱换车链咯。黑色修理车甲白色小客车拍方向灯，伫同一个时间要切换车道，也毋过2台车敢若拢无注意到对方，想要切入去同一个车道。后一秒，黑色的修理车失控，先去弄到正边的护栏，再去弄到白色的小客车。落尾2台车弄到护栏了后，才停落来。他们2个撞到吗？代志就发生伫3月初5早起6点多，国道2号北直往南桃园13.3K 所在，2台车敢若是切换车道的时阵 A 路发生车祸，2台车的车门甲车尾拢有毁损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各车驾驶经无饮酒情形，除处罚新台币3000元至6000元罚款外，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，亦将吊扣或吊销驾照。无照规定切车道，这是伫高速公路发生事故接看的原因。那驾驶恐惊连后壁看到的民众嘛拢错一下。专家表示，汽车会发生着这么严重的车祸，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。是因为你的轮胎的胎纹不足，造成轮胎没办法破水接触到实质的地面，所以会造成轮胎会有水上漂的感觉。专家讲，连若要保命，就较高训练，个安怎掠hand道路也无路用。连云应该要保持伫安全线。驾驶若拍方向灯，嘛要注意后壁车，唔通随切换车道。若无，若未负应变，就会造成事故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